传统的人工废钢判级存在主观性强、效率低等系列问题。基于工业大脑 APP 的废钢智能判级平台，采用高清相机自动跟随车辆位置和区域，自动跟随抓机，对卸货区域进行分层覆盖型自动聚焦、放大拍照，自动寻找最佳路径和角度拍摄清晰的高质量照片。整个过程是2个摄像头配合完成。枪机负责定位，确定车辆的位置和区域，并对抓机实时检测。球机负责自动聚焦拍照，然后通过后台算法实现对废钢等级的精确判断，大大节约企业风控成本，改善员工工作环境，提升企业软实力。智能判级系统将钢铁企业智能、绿色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变为现实。